处理这个折页啊，昏蓝的这个图片档哦，一次能够扫描全部吗？有试过了，可以，而且大部分都是正确的，不会乱掉。按方向最好是左右方向。如果上下方向，它会顺序就反了。7、8、9、10、11项，它顺序就反了，变成那个11项、第10项、第11项、第10项、9、8、7这样排顺序，这样还要再整理处理，比较麻烦。所以图片呢，先用那个处理程式把它旋转为正确方向，然后再来扫描，这个叫文字扫描器。使用一段日子就不能用了，再需要重新安装。有的要花钱购买，继续使用要花钱购买，但是可以重新安装。已经有试过了，就可以重新安装。可能它都会再改进了，会越做越好。有3栏哦，那这个不会乱掉，这样就很有帮助了。那处理古书那种直行的，比较早期的书啊，那个直行的内容，拍照扫描也可以呢，也有试过也可以，而且有的时候正确准确率很好，很高。也有可能有什么记号了，书名号了、地名号、人名号，或者有一些记号会造成那个扫描结果的错误比较多。使用这个手机程式呢，还要看到这么多广告，这是麻烦的地方。有时候网络不顺要处理很久。现在可能是网络不顺，你看处理了很久。刚刚有处理过这一份文件，但是图片的影像方向是上下的结果，还有顺序还是错误了。这个顺序应该是7在前面才对啊，7、8、9、10、11啊。结果这个一开始的字是属于第11项的哦。这里啊，还按笔下去更正。这里错误。从这里要接这个地方了，上面这个了。所以你看那会不会是刚刚有扫描过那个同样这一份文件内容，但是方向是上下排列的，图片的方向是直行的，结果它扫描出来的昏蓝哦，昏蓝是正确，但是那个顺序变成从最后的先显示，所以要自己再排序，自己还要再排序，接在这个地方，写历史嘛，为南宁教育写历史，这样接下去才对。
有些字还是有错误啊。人人学习啊，你看还是有些字错误，但是已经很感恩了啦，可以减少很多事情，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了啦。人人学习时时学习，处处学习的终身教育目标，这已经不错了啦。编辑完按回去，要保存更改吗？要保存更改按是哦，然后按这个磁碟片存档。4万字线账，做线账的时候呢，花赞也不错了，但是跟以前的教育方式就不太一样了。大部分正